Apple 嗱，講翻我嘅見證先啦。咁咧我以前啦因為做咗激光矯視，咁令到我嘅眼睛咧就有一個生意咧，就係冇咗淚水分泌。咁長期咧，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係隻眼係朝頭早瞓醒擘大眼嘅時候都已經好乾到好似啲紙皮抹開咁樣，咁就好唔舒服。咁已經好一段時間啦，咁都睇醫生都係一樣嘅，即係滴眼藥水啊，咁但係就即係個改善嘅進展好慢嘅。咁直至到我咧就Sarah 咧就介紹咗我食呢個 Apple，咁我食啦，咁就食咗2次啫，第二次咧食咧就已經覺得自己隻眼咧個 muscle 鬆開咗，同埋開始濕潤翻，有翻淚水。咁我就只係夜晚就食一包，咁食咗2次，咁就已經覺得隻眼嗰個 muscle 鬆開咗咯。咁好想分享俾大家啦，介紹呢個樣嘢好好啦，幫助到我嗰個眼睛，多謝，就介紹俾你哋係知道啦。